10当前伫咧高雄爱河吸引400万人去参观的黄色鸭，即马市府宣布，确定正月27会个登去高雄展出1个月。因业者嘛呼吁市府爱河暗时的观光得爱规划好周至，配合过年的活动，才会当带动如大商机。工作人员对吊手先甲半天悬，甲宝宝固定伫高雄市政府的壁顶，听候宝宝放落来，熟悉古水的图重现眼前，古水的黄色鸭尾仔转来啊！黄色小鸭的重磅回归，那包括周遭的市集，还有冬季游乐园哈，在我们16到18号的码头，那这个也是新完成的，把我们的码头的还给市民。高雄市政府宣布，离开10年黄色鸭尾仔，伫1月27中会高雄爱河港湾展期1个月，希望搁创造当年将近400万的参观人数，加10亿的观光产值。多少会啊？因为高雄能去的地方不多，就是散步的好景点。小鸭也很可爱啊，小朋友都很爱啊。有民众真期待，也有民众感觉太流行啊，应该有搁较侪选择。因为之前看过了，所以就有看过就好，就不会想再去看过。有更多比它好玩的，不一定要去看那个黄色小鸭。民众看法无同，随上浪10年啊，爱河边已经陆续加流行音乐中心、大港桥、站酷群这些建设甲景点。不过，观光旅游业者认为规划也需要加强。爱河最受人家诟病的就是到晚上灯光很微弱，来旅游的人口他会觉得蛮萧条的。如果说市府在这一块再去加把劲，好好去发展，它会改变这个城市的亮点。业者分析，黄色鸭尾仔是由高雄的纪念，也是登开地标。若做有春节也是灯会活动搭配，透过四周围的轻铁这个大众运输，连接各上款景点，应该当到来真侪人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